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6月8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上主荣光将照耀。我们要读以赛亚书60章1到22节。首先我们先来看金句。看啊，黑暗笼罩大地，阴暗遮蔽万民，但是上主的光要照亮你，他的荣光要照耀在你身上。以赛亚书60章的第2节。这段经文分为4个段落，说明上帝已经荣耀了以色列，而锡安城会成为黑暗世界的光，因为上帝的荣耀要照耀它。而列国呢，要送礼物给以色列，并送回以色列的子民。那过去苦待以色列的列国，反过来要来服侍以色列。以色列虽然曾经被上帝抛弃，但上帝要让他成为永远的荣华。先知在上一章说出了以色列人的罪恶，而他在本章却描绘了一个以色列人未来的属灵美景。这美景是一个蒙神更新的以色列，它与当时正陷入在政治漩涡中的犹大国相比，实在是胜过1000万倍，叫人对他未来充满了憧憬。先知以一个属灵的城来形容上帝的子民，这个城呢，光明的，因为耶和华他是世上的光，他的荣光照耀这个地方，城里的人被上帝的荣光照耀，他们要兴起，要发光，使万民也可以同得照耀。甚至呢，这些列国的君王都被这样的荣光所吸引，要来这属灵之城朝圣。透过先知的描绘这属灵的城，上帝要向那一些将会被掳到巴比伦，而且财物尽失的以色列人发出应许。有一天，情况要大大扭转，他们不会再经历被掳的这样的一个痛苦，反而他们要从各地回归到自己的家园，而各国更会把大量的财物进贡给他们。这个应许对那一些面对被掳厄运的以色列人来说，是一个极大的盼望和安慰。虽然以色列在历史上曾一度被列国所欺负，甚至要成为亡国之奴，服侍列国，然而上帝在刻意的安排之下，列国要在他所认为的时机成熟的日子，反过来要侍奉那本来弱小但将来会壮大的以色列。他是一个蒙上帝更新的以色列。上帝的子民将化悲哀为欢乐借着上帝的救赎和安排，他们真正体认到上帝是一位大能救赎的上帝。先知又指出，上帝的荣耀要常住在这个属灵的城，使他的光明永远长存。城中的子民都是义人，能够得着上帝的基业。其实这圣经这段经文在描绘有预表着新约的时代，由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普世性的祝福。教会的出现也能够兑现经文所描述属灵之城的美境，从被掳到得着释放，由被破坏一直到得以重建，全都是在乎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而这救恩不单是能够救人，也叫人的生命可以改变，也能够拯救国家和整个世界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应该要以这样的一个福音为思念，然后把天国的福音传遍，借着这样使全世界人都有机会得着救恩。我们来默想，我在哪一方面可以让人因着自己来看见上帝的荣美呢？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永恒当中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，就是能够与你同住。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完成你给予我们的托付及使命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展现。求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，好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在生活当中活出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喜乐，天天蒙福。我们下次再见。